Hello，各位爸爸媽媽，你哋好，我係 Miss Carol。上次分享咗我同外孫女互動，你哋都可以創造自己嘅英文語境。我知道有啲爸爸媽媽擔心自己嘅發音，或者工人姐姐嘅英文嘅發音唔準確喎。爸爸媽媽你放心，放膽去講，即使你英文嘅發音唔準，都放膽去講。如果你有時間嘅，用個手機去 search 你想講嗰個字嘅準確發音，學咗再教小朋友。我哋着重嘅係你同佢有雙向交流，用英文嘅語境。要知道喺呢個世界上，唔係淨係得英式英語、美式英語，有好多唔同嘅英文口音。我哋唔需要一個好準確，好似工廠式咁樣嘅發音。我哋要係佢中意嘅人，同佢用英文交流。你同工人姐姐係真實嘅人，比起你俾佢睇 YouTube 片，淨係眼定定咁樣睇，更加有價值。嗰啲係單向嘅，唔係幾多個小朋友會記得到內容噶，其實係浪費緊時間，同埋令佢唔專注。所以咧，熒幕時間真係唔需要太多，最好咧就保持半個鐘內。小朋友嘅大腦咧，其實係好犀利噶，佢哋收集咗唔同嘅口音，佢哋識過濾噶，佢哋知道哦，嗰個咁講喎，爸爸又咁講喎，媽媽又咁講，工人姐姐又咁講喎。佢哋嘅大腦會好似一個偵探咁樣，會從唔同嘅來源，例如 YouTube、學校老師、爸爸媽媽嗰度，或者故事 MP3，吸收最準確嘅發音。你同埋工人姐姐，就算輸入咗唔完美嘅發音，佢哋好快會喺個腦仔嗰度修正噶。所以你放心啦，放膽去講，最緊要係同佢講多啲。你想象下，如果你因為擔心自己發音唔好，就唔同佢講英文，或者唔准工人姐姐同佢講英文，損失係咪比錯誤更加大呢？咁小朋友就會好驚嘗試，就係因為咁，佢哋返到學校見到我一個英文老師，佢哋就會喊。唔好追求完美，而扼實咗佢嘅信心。你願意溝通嘅心，就係俾小朋友最大嘅禮物啦。我今次就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